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12节到19节。创世纪24章第1节到第9节。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到4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兴起。先知以赛亚伊捌安尼话休讲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呀。耶和华的荣耀发现来光照你，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黑暗遮盖万民。耶和华却要显现来照光你，伊的荣耀要出现伫你的身上，万国要来就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你发光的光辉。这是伫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，和合本的翻译。有真侪基督徒真爱引用这段的经文，讲到着迄个基督徒宣教的使命，或者是讲教会若咧复兴宣教工作的时，拢会用兴起发光。有一首诗歌嘛用兴起发光来做歌名，伫伊的副歌呢安尼写着。兴起发光，上帝的子民，主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兴起发光，上帝的子民，宣扬伊的名，直到地极。其实呢，要爱提醒的就是，亲像正性甲清义相款。咱伫华文中间看袂出迄个字句的差别，但是伫圣经的内面，原来意思是拢被动的语态，所以基督徒无法度家己兴起啦。照着以赛亚所写的兴起发光，其实所指的是上帝的光。因为主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来发现来照光你，万国要来就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。用整九论来看，其实这是咧有标着耶稣基督。所以千万着爱会记住，人袂当家己来发光，确实会当来就君主啦吼。就君主的光，这是基督徒真正有福气的一个角度吼。兴起，上帝为了亚伯拉罕兴起后代。对伊100岁时所得到的囝以撒开始，上帝互亚伯拉罕甲撒拉开始有后代。对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，咱嘛看到亚伯拉罕伊安排以撒这个娶某这个记载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这个时亚伯拉罕已经老。伊一生所做的代志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伊对管理伊的家产，年纪上大的仆人安尼讲：将你的手放伫我的双骹中间的咒诅，我要记着你，我要你记着上主啦吼，天顶的上帝来咒诅。你袂当伫这个迦南的女子的中间替我找新妇。你一定要返去到伫我的故乡，伫我的亲族的中间，替我的囝以撒娶一个某。
但是迄个仆人安尼讲，若准女主无愿意离开本家，对我来这个所在要怎样？我应该会带你的囝倒转去故乡嘛？阿伯拉罕讲，绝对袂当甲我的囝带转去迄个所在。上主天顶的上帝带我离开故乡，我亲族的所在。伊对我咒誓，要将这片的土地赏赐予阮的后代。伊一定会派伊的使者先去准备，互你会当伫迄个所在伫遐为着我的囝来娶某。若阵迄个女主无愿意对你来，这个咒誓就甲你无关。但是你绝对袂当将我的囝带转去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迄个仆人就将手放伫主人阿伯拉罕的双脚的中间，咒誓要照阿伯拉罕所交代去做。咱讲到上帝实践伊的应允是照伊的旨意、伊的时间甲伊的方法来成就。既然上帝要来成就伊的应允，那安尼有一定的程序，上帝会一步一步来完成。为着以撒来娶某，当然是子孙满天的第一必要的手段嘛吼。那安尼上帝要兴起阿伯拉罕的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，亲像海边的沙。但是事实上，亲像洗礼约翰伫传福音的时阵所讲的，并毋是安尼哦。伊的话提醒咱讲，兴起的主权无在伫咱的手中，是在伫上帝的手中。约翰安尼讲，约翰看见济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来求洗礼。伊就对因讲：恁遮会独裁类啊，上帝审判伫要到啊！恁掠做恁会当得胜吗？要用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，毋通掠做家己是阿伯拉罕，是恁的祖先，就会当得胜审判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通摕这的石头为阿伯拉罕做出子孙来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9节，和合本讲兴起子孙。当摩西看到家己的同胞伫埃及的平等的凌辱的中间，伊站出来医护以色列人，佮苦劝以色列人毋通互相欺负冤家，但是伊却受到排斥、被拒绝。并且，互人质疑讲，什么人指定你来做阮的领袖，做法官来管阮呢？这人真明显毋知影上帝的旨意啦吼。当然，咱嘛知影伫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拢已经袂记得上帝什么人啊。伫使徒行传书地反用被拒绝的摩西来讲讲，伊是互上帝所兴起的仆人。是以色列人的领袖、法官，但是伊嘛预表了上帝要兴起的救恩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所以讲伊的比摩西地位更较悬啦吼，亲像咱日常所分享的经文共款。司提反安尼讲，这个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，质问什么人来指定你做阮的领袖？做阮的法官来管阮呢？迄个人正着伫翅皮中间显现的天使，上帝差派伊做领袖，做解救者。伊带领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伫这个所在，伫埃及红海旷野，安尼经过40年久。行济神迹奇事，就是这位摩西甲以色列人的人民讲，
上帝要对恁的同胞的中间，为着恁兴起一位先知，就亲像伊兴起我一样。司提反进一步来讲，以色列人对永过啊，都拢拒绝上帝所兴起的救恩，对摩西到耶稣拢共款。因宁可家己去做金牛拜偶像，亲像现代以色列人还搁咧等家己掠做事的基督出现。因拒绝上帝所兴起，为着因兴起的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救恩。咱呢？咱要接受还是要拒绝？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祈祷，听我的恳求，伊的耳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12节到19节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怎样来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帝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头前，对上主写我的愿。上主看伊圣的子民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你女婢的囝。你已经透开困縛我的锁，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主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头前，伫上主的殿的厅内面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为着阮来兴起救恩，互阮会通因为着单纯的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愿意谦卑接纳耶稣做阮的救主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